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平晴。今仔日来到我的故乡艋舺。艋舺有偌大呢？甲万华有啥物关系？甲城内、甲嘉拉，伊个是啥物地带？今仔日甲我一个艋舺的乡亲，到底咱来看艋舺。 来，头拄仔讲要带你来看一个施老师啊，是安怎来到这个贵阳抽水站呢？对遮来开始讲起哦，艋舺就是对水路开始来发展的哦。安怎就会输？来找施老师，来，施老师来。老师，是。你是安那甲人招伫遮？你是安那来招阮艋舺？阮兜是过刀里呢。是。无啦，本身就你先讲。 无啦，因为艋舺阮诶去开始就是伫水边啊，所以这是我讲是艋舺上重要的所在。你看咧艋舺这个名，一开始就是船啊，这个名就是船嘛，所以代表就是艋舺人以前就是做船啊，做贸易开始的，啊，伫遮发展的，而且这吼，小等爱每字一字啦吼，就是艋舺什么意思？来请。艋舺是迄世代迄船，伊是迄以前迄平埔族因划的迄种独木舟。 伊就叫迄台船叫艋舺，艋舺啊！当时的汉人就讲，我这个所在就好伫遮，所以遮就叫艋舺。所以这个名就是船嘛。所以啊，在遮后来变做一个汉族区。是，对。就是对遮的水路。嘿，就伫遮开始的。嘿。啊，这有啥物其他的所在遮位？阮即摆这个所在，伫水边啊嘛，而且这个所在是一个公园。以前遮是一个公园，所以看边啊有迄石狮。 啊，搁有龙，啊，搁有迄喷水池，吼，所以你会使发现讲，以前艋舺人是伫水边遮佚佗的，嘿，以前迄堤防无遮尔悬，所以艋舺人拢会走来遮，啊，伫遮做船，啊，伫遮唱歌、啉茶，拢伫这河的边啊。阮讲的迄地吼，阮老爸因迄地哦，拢是踮遐佚佗啦。是。啊，咧布华边啊吼，唱歌拉起来，下弦仔的啦。啊，甚至啊。 像这个王一峰老先生啊，洪英峰伊老爸啊，对。哦，对遮哦，手风琴啦，一路去到英桥去哦，拢咧表演呢。对。哦，啊后迄个国民党政府来到遮吼，后迄个唱迄个华语的啦。对。拢伫遮，足闹热的哦，这个水门。对，所以来到水边遮是上重要的所在。实在讲哦，咱敢有可能有一天吼，甲这个爆发吼。 甲拍一个空，啊，互大家会当一摆看到遮安尼。我嘛希望安尼啊。哦，咱艋舺人咱就爱，我讲落来甲政府沟通，拍拼一下。是。哦，咱在地的议员咧好好啊想一下。对，我嘛希望安尼。啊，刷了这个水路边啊，咱刷来第二个点要来倒。第二个我来看遮上老的土地公庙，嘛是水边土地公庙啦。哦，大家哦，爬水马吼，爬了上久的。 土地公庙，嘿对。咱华街的这个车路，这其实哦，一般哦，车辆安尼过去吼，敢若看起来咱武器啊。其实咱过去的生活，这路线就是这水路，就到顶啊，就一路就出去啊。哦，啊来去遮，这就是爬水马。嘿。土地公。是。啊，你来甲咱讲一下。阮遮即个土地公庙嘛，我拢叫伊上老的土地公庙，但是伊有搬过厝，伊以前无伫遮，以前搁较头前的，遐有一条艋舺上老的一条路叫西昌街，啊，以前西昌街顶悬就即间庙伫迄路的中间，挡伫路中，所以看以前足趣味哦，迄条路以前毋是叫西昌街，伊叫土地庙街，啊，土地庙的头前叫。 土地庙前街，啊后壁就后街，啊就因为这间土地庙才有名的。啊，这间土地庙我小弟会使看，伊个土地公是石头做的。来看卖。足老的，我来看卖者。你看到内底迄尊上老迄尊就石头的，啊伊足有名的，因为
伊之前有一个传说讲，伊要拆的时阵，因为以前路要拓宽，啊路要拆掉，拆无掉。伊讲迄怪手拍着伊，就袂当啊，就袂当啊。后来是讲伊有托梦讲，要当时的市长李登辉来处理。叫指名叫阿辉啊来处理。对，有甲伊讲，你帮我处理好，你就会搁较悬安尼。啊，煞伊讲李登辉帮伊起好庙了啊，伊就变总统啊。啊，所以这间土地庙就在地人就传说，你想要升官发财，拜伊就对啊。这叫普良吉。是，就是咱这间上老的土地公庙。你来就让你来修，要按一下。你来看这个匾，这个匾哦真趣味哦。这个写的人叫罗秀惠，这罗秀惠吼就是咱艋舺第一名妓啊，王香贤伊斗阵的啦，因翁啦。啊，但是伊这个吼啊真匪类啦，啊跋筊啦。叫这个晋升吼去用夺去，啊，但是真后写毛笔字啊，哦，啊，但是刷来那边啊这两个天才呢，嘿，足趣味哦，这西方的物件，啊，这看起来敢若王返光庙角呢，就是差不多的概念，嘿，伊就是讲以前咱台湾人，有足侪摆甲外国人相拍，啊，拢无赢，不管是迄荷兰啊，还是西班牙，大概拢输。啊，但是无人介意迄输的感觉嘛，你就想讲要安怎赢，啊后来就想讲，哦，阮要互伊囥伫这所在，互伊去跟咧庙街，互伊处罚，讲哦，伊袂使搁继续欺负咱安尼，所以常常看到咱的庙内底会出现这种西方的物件，啊是迄荷兰人伫遐放迄厝架，或是迄条啊骹，就安尼的概念，小小报复啦，对，迄足趣味的。哦，对，王返光庙角的概念是，无毋对。哇，台湾足侪庙咯，厉害的。是。哦，这罗秀惠，哦，大家来看这真有名哦，甲咱艋舺第一名妓王香贤有关系。大家哦去 Google 一下，哦，哇，趣味。好，咱刷来下一个点。好，来我的贵阳龟。咱10月2日艋舺大拜拜暗访对这开始。对，我后壁迄青山宫。青山宫啊，而且那变做台北第一龟。哦，因为这条龟叫贵阳龟，啊，贵阳龟上以前的时候，就是阮开始上有讲，这条龟以前叫汉旗龟。汉族旗啦。汉族旗就是讲以前迄原住民甲汉人就是这条龟买卖生意，迄买卖汉旗，所以这是台北第一条龟，所以咱就叫这条就是台北第一龟。迄个马赛族吼，我这个艋舺。啊，来遮吼要创啥咧？汉旗山伞吼，啊要甲即个汉人吼，要换啥？换布啦，换盐啦，是。来遮啦，交易，啊汉族旗啦。是。做哇，这足久无来啊咧。所以这是台北第一条龟。啊，咱遮咧，这是啥物？喂，潮北病院呢？病院这是日本时代时阵甲民国时代时阵上有名的病院。啊，迄个时阵，规个台北市发展上好的所在，就是咱艋舺港安大道，迄大稻埕，啊，拢伫迄水边。啊，以前时阵有讲，因遐上有名一间病院叫仁安医院。啊，阮仁安，阮遮是迄潮北病院，所以一定有讲北仁安、南潮北，两间上有名的病院。哇，这开始咧修复啊，伊修理个差不多啊吧？对，要好啊。我嘛足期待，伊修理好会使拍开起来开始洗石啊啦，哦，啊这 corners 这条啊啦吼，这真期待呢。是，因为我嘛期待今年就伫遮看迄10月2日的时阵，因为这个所在会使拍开，所以伫遮看老嘞，安尼足方便的。吼，我特别要甲讲，遮吼，这阮老母的学生因兜，你讲一间？这依照阮艋舺上名的病院的医师吼，叫李德凯哦，代医师吼，哇，这真有名。依照吼，伊下骹佫有摆2间担，大家等甲安尼差不多。我食过。哦，一个水果担啊，一个面店。是。头前佫椅啊，佫看电视，啊3层楼啊厝，伫遮李德凯。哦，啊因囝婿嘛是医师啦，这吼。这艋舺有名的，啊后来做了卫生署的署长，李德凯。哎
这厝即摆毋知安怎吼。但遮嘛，足侪老厝啊，嘛足侪迄老的店，像对面迄间福大同，你敢有入去过？哦，福大同。嘿，你敢有入去这过？新的哦，这新井啊哦。伊足老哦。嗯。伊145年。145年。就开始啊，要200年啊，即马台北上老的买地。卖地啦。嘿，福大同啦，上老的已经6代啊。所以你看，阮贵阳街其实足侪这种老的店，啊老的人，啊甲老的店。即马我网情真爱来遮啦，凉粉白啊。哦，啊这吼卖甲真可啊。伊嘛老店啊。伊嘛老店。第2代啊。第2代啊，啊卖甲真可哦，讲啊一礼拜啊卖几工尔。5工。啊其实毋是可啦，讲做甲真辛苦。手工就辛苦啦，啊卖完就无啊，就要休困啦。我都已经做，因为手工啦。大家哦，过来遮踅你就知影，哇，这贵阳街啊，咧网价，毋那是龙山寺青草巷安尼啊啦。是，咱这贵阳街食嘛，最好食。是啊，啊嘛有一寡面店，啊当啊头前啊一间天妇罗。哦呀，阿当嘛，阿当最好食的。阿当天妇罗，哎呦呀，你若是爱食迄个米酥酱的吼，来遮阿当天妇罗吼，食落你就知。哦，因兜迄酱迄乌是的，我就介意的。嘿，以前我有迄高丽菜卷，但是这2年无买卖，我嘛足可惜的。歹做。嘿，对，但是足好食的。歹做啦。对啊。拍鱼酱啦，拍猪油拌入去啦，创这有诶无诶哦，麻烦。所以哦，真正咱就爱接来这个老街，甲这个老的物件保存起来，你才会知影咱的底底是啥物，对不对？无唔对。哦。啊，这刷来吼，这西园路一去。这在网架咱的这个发展顶头，西园路，尤其日本时代叫做新区街嘛。这在发展顶头有啥物意义呢？其实西园路一直到迄阮南边迄旮旯，有2个意义。第一个意义是西园这2个字，第二横啊是迄花园的意思。园到底是咧讲倒一个园？啊以前咱旮旯有种迄茉莉花。哦，旮旯种别的，所以是迄花园的意思。对。日本时代种别的。对，啊，第二是讲这条路一路迄贯通，是以前遮嘛水门啊龙山寺，啊已经到遐伊会接迄东园路、东园街、东路、东园街遐，啊就坐船去中和，所以这是以前咱的古路。这是咱的中轴线啦，对，网架中轴线啦。是。哦，这就是遮，哦，这就是你若让安尼想，就是网架过去的凯达格兰大道。对，以前这条最重要的，一路就到迄南边，啊就过河到中和，所以两边人就遮两者。但是吼，我哦，差不多3、4天之前哦，写了一篇文章讲，哼，网架这毋是万华。对啊，无唔对。老师，你甲咱小解说一下，我讲的对唔对？阮在地就是讲，咱迄万华这里，部分所在足大个，所以阮在地讲，阮万华会分3个所在是北、中、甲南。啊，北就是阮即马像实在迄西门町，西门町。啊，中才是叫网架，所以看网架其实无包含规个迄万华哦。伊只有遐3分之一尔，啊，阮南边叫旮旯，所以讲一摆西门町、网架、旮旯，所以网架有代表规个迄万华。就是哦，网架是过去咱的在地家己称呼。对。万华是日本时代市区改建了出来的名，但是迄阵时的万华，哦，甲网架是差不多吼，有统治安尼吼。对。但是到了差不多，龙山区用取消了后90年取消，变做讲遐万华，啊变做台语叫做万华。No， 歹势，拜托的，唔通哦，阮2个网架人伫遮哦，哦，迄真正的网架吼，我知影真正的网架是探去到贵阳街底啦，对。啊，迄边哦，到西种路。无，若是阮哦，去到大理街就停啊咯。哦，对，因来大理街过去遐是 A 卡。嘿啊，迄个 A 卡嘛。对，A 卡过去就旮旯。迄个毋是啊哦。啊，遐个人嘛就在于讲，
袂使叫伊放假，袂使叫伊放假，嘿，爱叫伊假啦，对不对？啊，若这边呢，去到华江街、华江桥迄边，嘿，华江啊，港仔厝迄头前遐，遐嘛毋是放假，遐嘛毋是放假，迄就港仔厝。哦，对。啊，若这边，这个所在，嘿，到总统府头前遮拢爱是放假啦。哦，到了这个差不多是内江街，嘿，哦，大光街，大江街加中华路，遮拢中华路为界。拢爱是放假，啊过去就是迄城内，对。拜托，恁城内尤其西毛的，哦，阮细汉时阵路上甲西毛定定小弯小湾街哦，是安尼，无共区啊，对，啊，佫较侪网家的故事，徐老师要甲咱斗阵来开讲。介绍来讲，好，哦，足久无啉啊，足久无啉啊。哦，足热啊，就应该食这。好啦，我顶过回才来甲因买拿刀子的。足热啊，就定爱啉茶。哇！这真正心丁止渴啊！有影啊？这就慢慢甲人在地饮料啊，真好。你也看吼，伊这呢一间细间啊，啥物都卖呢。即摆中药啦、草药啊啦，啊，佮发明的真侪仪器的。你甲买的时候，伊讲哦，这我安怎，讲甲较。袂使直接讲啊。袂使直接讲啊保守。对。但是一般的人也就是，若有啥物辛苦病啊，拢来遮找的。因为草就好用的啊。哦。对啊，伊讲的是，不管是咧腹肚痛啊、头痛啊，而且脑啊伤悬啊，拢嘛会使啉青草茶。反正就是身躯要调理啦。对。哦。因为以前无医生嘛，啊，因拢是啉这去治病的啊，所以迄青草其实就好用。啊，来保养啊。对。咱入来看卖啦。来，胖华，你知影这啥？拿刀子啦。哎。你定定买这哦？对啊，我来煮番薯汤啊，痛汤啊。这热天时啊，食个清凉小壳、清凉止壳，这吼，这乡村的人叫甘苦茶啦。甘苦茶。嘿。哦，清甜。是。来食，但是哦，控无几汤。青草拢安尼啊。啊，即摆较流行的吼，做手芳啦，啥的安尼。最近的流行是迄鱼腥草啦，像我定定拢啉迄蒲公英，蒲公英大家拢定定看过嘛，但是最好用的蒲公英迄会使消炎。啊，你若是老有迄痰呐，啊你啉迄蒲公英的茶啊，会使化痰，水有化痰，就好用的。比食迄个有糖的迄种。对，迄就好用的。其实吼，这样小可减少，以前我会记得摆甲看甲真两。以前百几担，即摆嘛有23担，23担。嘛，这嘛足久嘛，这条清朝时阵就伫啊，即摆嘛是有历史。阮市政府遮是有记录的，遮是文化街区，迄厝哦拢是旧厝，是袂使拆的。做物啊？啊，其实哦，还佫有，咱头下就讲了艋舺，还佫有其他的所在，一条铁路，尤其这条铁路去了吼，铁路沿线的两边拢开始有一寡产业的出海。对。也有做灰啊，也做玻璃的，吼，也做番仔火。啊，做衫嘛，啊做迄手表的拢有。做手表的，对。啊，就真济。安尼继续来看哦，老艋舺到底是生到什么款？对，阮就往铁路遐去。好，咱即摆哦来遮龙山寺。对。这我的老巢啦。这我细汉就在遐热是，艋舺拢伫遐佚佗啊。对，啊嘛是你在遐热。对，无。恁阿嬷讲伫遮咧卖酱菜。就在公园，因为公园你嘛知影嘛，以前遮是菜市啊。遮足侪物件拢伫遮会使遐食。啊，阮兜就伫遮卖酱菜，阮阿嬷跟阮母。啊，我细汉时阵到1年仔时阵拢伫遮佚佗。所以我印象中遮就是菜市啊，遮毋是公园。其实哦，我咧讲到细汉时阵哦，我细汉时阵，我对遮龙山寺口这印象，并唔是讲即马大家讲的什么流民啊、游民啊啥，迄阵时并无集中性，有，踮咧巷仔内面可能还拢有啦，拢看的，拢看有着，但是无遮集中性。以前安怎看？以前无拍开，
所以无互人看到。但是以前伫巷仔内底，就是阮就讲，有迄游民嘛，啊个龙麻，啊个迄流莺，以前是拢伫巷仔内底。啊，因为但是以前遮无拍开，所以足侪人就感觉讲，以前艋舺无遮侪物件，为虾米即摆较侪？但是阮为迄历史来看，阮历史来看，其实这不管是龙麻、流莺，还是迄解药，因拢是伫清朝时阵，因就有伫啊。因拢甲水有关系。所以为虾米阮一开始要伫迄水边？因为以前迄是码头嘛，啊码头就足侪迄工人，啊有诶工人就是工课做了受伤破病，无法度做工，伊就变成迄游民，伊就变游民嘿。啊而且迄工人。因做完工了啊，伊要去佚佗就去开查某，所以才有开始有遮迄流莺，嘛是迄时阵就伫遮出现啦。啊，煞的是迄工人有诶要全巩固因诶迄势力，啊，就冤家就会出现迄龙麻，所以这种是有迄历史会使看到啊，所以毋是讲公园出现伊才出现，伊是以前就伫遮。啊，我甲施老师吼，拢有相同类似的这个想法，就是讲，阮毋是要替游民、替罗麻、替这个做特种的女性朋友吼来辩解什么代志。是。但是我认为吼，咱人生而平等，你不论你做什么头路，做什么行业，还是讲你无头路，你拢是爱食饭啊，你就是爱食饭，对你无应该歧视。哦，在社会手段也好，政治手段也好，社会安排啊，拢不应该甲当作因是有病、害虫，还是讲社会败类。我认为这拢无应该。是。这尤其吼，你要安怎好啊处理？人有的人是伊是挑工离开家庭要来遮自由的呢。哦，这种嘛有，哦，迄足济哦。啊嘛有破病，无法度讲。对啊，你若硬要甲塞转去讲。拜托你去带，伊无爱带，伊就看大的。是，就爱介意伫外口。哦，所以我感觉这游民的问题毋是遐简单，我嘛希望咱的节目的观众朋友啊，有这个相当的初步的理解，才有通啊理解这个地头、甲水文的文化、甲这个地理环境、甲整个这个街区，吼，生理的这个互动，啊，才会当来。深深来了解咱这片土地。对。但是讲到这，我嘛想要讲一个这公园足趣味的代志。因为足侪人拢感觉讲，阮龙山寺头前的公园足侪迄游民，所以大家拢关足侪物件，便当啊、芳啊、泡面啊。因讲因为遮足侪人无所来讲是足可怜。但是足趣味的一件代志，其实伫迄日头遮的时阵，遮的游民因拢出去工课啊。恁出去食头路。食头路，其实因拢无伫遮。所以你而家看起足侪，敢若游民，因拢是迄孤单的阿伯，就是厝内无人陪因，所以咱走来遮。无意外。但是走来遮，因讲足趣味的，因为遮有足侪阿伯伫遮食起。啊，无看东看西啊。看东看西。即阮以前叫烟仔花啊。但是因着足侪人伫遮，啊，因看起来敢若甲游民迄衫。像我青菜，搁凊彩足新的，所以足侪人就以为讲啊，因拢是游民，就关足侪便当来遮，啊，拢是互这阿伯食去。所以要注意啊哈！无你讲咱老啊来遮哦，咧行去，咱两个咧行去，嘛送咱便当。对。这所在足趣味，我即摆就讲这个所在是迄民间的迄长照2.0。哦。因为足侪迄孤单的。自发的点招啊。对，因为无所在去嘛，但是你看来遮有人甲你行吉利，甲你抬杠。这袂歹哦。啊，有迄免钱的便当，你看伊一工拢伫遮，足趣味的。阮制作人啊，群众啊，你若吼食老啊吼，无所谓，然后食便当来遮来到我行去，咱就有当领便当。就咱公园食，咱阮遮照顾足侪迄无所在去。社会福利啊，佫袂歹。对。啊，讲到遮吼，这个龙山寺口其实吼，过去吼喷水池啦，吼内面。足侪好食的物件。对。点名一下。哦，足侪老店，阮8年的有迄梁喜号，游戏机。梁喜号啦。梁喜号迄游戏机。走去迄边去啊。遐佫有迄8年迄新地肉丸。哦，肉丸啦。迄113年。哦。113年啊啦吼。遮足侪好食的物件。油粿啦。油粿嘛，迄酥咖。嘛搬到下面西路遐。对啊。够可惜啊，行到远着。所以看以前遮袂拆掉的时阵，大家伫遮
迄佚佗就方便，遮食就多。啊，佫有真济吼，少男少女哦，失去了约会的所在。啊，无毋对，对无？大家食冰吼，啊，烤冰食到油，其他一直看我看。啊，看到吼，大理国中的迄校长吼，叫警察队来才徛呢。你食遮掠人哦。嘿，袂使咱们遮食冰哦。哦，所以哦，这真济，咱在地网家人的基地拢伫遮。对。吼，啊，你来看卖吼，伊遮来做发展，才去到遐，才倒边是啥物？正边啥吼？观众朋友一个概念者。嘿，阮遮的话是迄，阮即摆头前伫龙山寺嘛，那你龙山寺阮后壁，啊，阮遮手遐其实遐是一个夜市。夜市啊，嘿，才去就去到五洲街底。遐就放假夜市，嘿，啊，甲迄华西街拢伫遐，所以迄是暗时会使来佚佗，暗时啊，最好耍的所在。但是阮倒手遮呢，其实嘛是有一个市场，迄老的市场。山水街。嘿，山水街迄市场。嘿，所以遮足好势，其实遮龙山寺足好势。下晡日时阵来看，就踅迄市场，啊，暗时就来踅迄夜市啊。啊，日是吼，后面才去一个青草巷啦。哦，青草巷嘛足赞的，青草巷嘛足久嘛，伊嘛100几年迄历史啊。哦，啊内面啊，佫有迄个，即个什么龟板呐，即个新丁板呐，啊红菇粿啦，啥物啊？迄我个36嘛。哦，伊最近足有名的。哦，最近足有名。伊最近有出迄鸡杂冰。哦，足侪少年走来食的。真正是。你看阮前讲过迄足久的物件，啊，即马变成冰。少年的就讲这足趣味，就走来食。哦，啊，佫有啦，啊，这阮小学东涌因迄个肉糜啦，哦，周记哦，肉糜啦，引到迄红烧肉。哦，对啊，日本人、韩国人都走来食。对，啊，即马佫有泰国的。对啊，佫有泰国的。泰国做到因个美女拢要写迄泰文，都专程来食迄红烧肉。咱讲到安尼，咱就来行看卖。好，来食物件。哦，来行看卖者。以前的时阵，阮会讲网家遮拢是做生意的，啊，家啦拢是迄种产的，所以阮迄生活完全无共。啊，阮摆迄生意嘛无共，所以你讲迄10月22新昌王地下顺的时阵，伊是袂过迄时阵，袂过低价咯。咱网家是自以前到即马就是阮生活的所在，所以迄个气味甲人的走势完全无共。阮把咱网家真正生活迄个样子，好好介绍互别人，我是感觉这就是即马上重要的代志。咱今仔日来到遮游山玩水，毋是我甲你讲，这吼网家伙食头遮吼，这栋叫啥物？金义盒。金义盒吼。这阮过去拢知影，因卖灰啊，卖化学的啦，哦，卖化学原料啦，啊嘛有咧做玻璃啦，上早期咧做玻璃啦。台湾头一间。台湾头一间哦。哦，1848年就开始有咧做啊。是。啊，日本人才开始发扬光大啦。对。啊，老师来甲咱讲看金义盒有啥物重要性？哦，因兜就是我先讲，因兜是见证讲咱台湾迄。工业的发展，你看伊投资台湾头一间玻璃工厂，比迄新竹搁较早。新竹。所以你看迄新竹所有的玻璃行，是写喺台湾的玻璃的历史，一定都会讲头一间玻璃行是网家，就是咱金义盒啊。啊，续落来银盒搁去北投投资迄杯仔厂，所以阮就有这杯啊、盘啊，拢是因兜投资的。哦，这我哦收了偌济咧。我有够小，你来看，你后面哦，这种金鱼盒，这样哦，这较稳健的，这个哦海芋啊，啊这上面后面哦，有看到无？哦，啊这杯啊，你唔通看这松松哦，哦，我甲你讲，迄阵时哦上流行的，是摩登的，是矛盾的，这就是这啊金鱼盒。是。阮兜嘛有一个。恁兜有这这就老的。啊你啊。等去找恁兜的豆油池啊，无得甲嘛有金鱼盒。有。吼，迄大量生产、大批生产，啊用模啊，啊画到安尼才准。啊后来吼，佮专门咧卖吼，60年代、70年代，真侪日本人走去北投拢买这。这嘛，对。
哦，所以金旗盒其实真有历史哦。伊影响足大的。哦，北斗遐嘛有一个历史足趣味的，因为建议下底下到处就做迄陶瓷嘛。嘿，啊，因为伤侪啊，所以全北斗的庙，嘿，拢是用伊的陶瓷。用灰仔去做。对，只有北斗尔。所以一间精神庙有无？嘿，吼，规个拢是灰仔啦。对，就是因兜的关系。对，伊这就是对遮探生去。是，因兜就是进讲以前阮遮着铁路嘛，车站头一间就是因兜，所以因兜足侪迄料拢是为了迄火车载料来遮做。所以沿线吼，其实整个艋舺遮边啊吼，你头仔讲玻璃厂，番仔火场，肥皂，哦，做肥皂，嘿，还有迄披衫、做衫、纺织，还有迄做迄手表的，手表，做时钟的时刻表的嘿，还有迄木材行。哦，三马场，拢伫咧火车道边啊，两边啦，因为咧蹲三马创啥安尼较方便，对，就是都伫咧火车道建进的整个艋舺迄工业发展。咱讲到这个铁路吼，其实铁路嘛架开着艋舺甲嘉拉的意义，这是啥物？对，因为以前的时阵，阮会讲艋舺遮拢是做生意的，嘉拉拢是迄种田的，所以阮迄生活完全无共。阮拜迄神明嘛无共。所以你讲迄10月22日，新川王地下顺的时阵，伊是袂过迄铁路啦，袂过铁路。铁路迄边，咱家拉是拜迄红公啦，所以阮拜的神明完全无共。到会近期的时阵，铁路迄起起来的时阵，两边的人真正就互分开啊。以前是阮遮做生意，伊遮做田，所以阮生活拢无共。但是铁路一起起来了后，阮真正是无共的人，因为我要过去迄边足困难的。像就阮兜嘛伫迄铁路边啊，是无桥无路，所以我要去对面时阵要搬，就差不多要刷迄10分钟才会使过去。所以阮伫我印象讲，就是阮的生活是完全是分开的。所以到即马，为虾米艋舺人会在意讲阮是艋舺人，嘉拉人会在意讲阮是嘉拉人？因为铁路伊做生活完全拆开，路拢无共款。铁路放弃是2002年才放弃。所以以前的人真正是迄生活是拢拆开的。哦，所以会记啊哈。你唔通踮咧阮艋舺人头前咧讲，嘉拉也是艋舺。你嘛唔通踮咧嘉拉人头前咧讲，伊才是艋舺。伊会生气哦。你生气哦，水哦。你敢约束讲有要带咱来去看一个？阮遮阁有一个足老的迄玻璃工厂，我即摆可以找迄头家。听讲哦，这木瓜牛奶的这杯啊，嘛是因兜发明的。是因兜全台第一间开始做。对。我小来就找迄头家。木瓜牛奶杯啊！来，咱这吼艋舺三少爷，我歹势，我甲人讲少爷啦吼。有啦，你少年。无啦，这杯吼，我一看就真面色。这是什么杯？木瓜牛奶。木瓜牛奶杯，这安怎就会输？以前嘛有食过这嘛。哦，这当然咯，木瓜牛奶。我细汉时阵嘛是食这。哈，这是以前迄古厝店，因为以前无迄纸杯，拢做玻璃杯。但是玻璃杯呢，上面以前是没有花纹的，但是因兜就是头一个开发讲大这花纹的玻璃杯。阮老爸画啦，原创。恁老爸家己画啊？家己画。哦，还佫有刻迄个刻度。表示讲我这真正足500cc。以前我受理啊，但是即摆无啊。因为实际的容量可能没有到500。但是因为现在有标示法的那个问题在，所以我们就会把那个每当公股不实，对哦，所以木瓜牛奶的杯，基本上是你是全台湾你去迄较老迄果汁店啊，拢嘛看到这杯啊，但是拢足新的，就是因为头一个开始模仿，模仿就是因兜做的。恁老迄阵是人甲你注文讲来做这，还是讲无我甲你设计一些想看卖？印象中好像他当时是那个复兴美工毕业。然后他就会很多图案啊，他就会自己画。像这种木瓜牛奶杯有大概好像5、6个花纹。对，今年他就想，哎呀，那我画几个花纹试试看，就放着，就没有想到在冰果室就蛮受欢迎的。哦，是。哦，过来，全台湾轰动。这哦，这还佫有历史呢，这你甲咱讲看卖。这应该嘛足明显的，就迄热炒店拢有迄1树3，
啤酒杯143cc 的啦。嘿，哦，但是这就特别啊，因为以前这阮咧干杯上讲会破，啊，因兜就开发讲袂破的。安怎就好袂破？较高啦，因为有时候喝醉酒了，那个用力太热情了，会破掉，所以就弄一个比较厚一点的。对，这样干杯起来会比较是整个比较厚吗？还是哪边加对，就整个口部会比较厚。臀较高啦。对，像这个也是特别的款，这个呢，这个我们叫做杯冠，它是133。哦，这减1cc。对。133。减10cc 的对吧？对。那为什么特别做133？133好像是就是有的人喜欢复古风，它看起来就比较老一点点，它塑胶。哦，更较细一点。对。哦，所以143跟133，对，没错。哦，所以哦，咱哦台湾人而且热炒店，143，但是143这143cc，咱研究这到底安怎来？嘿，我看你说就趣味，讲是日本时代人大家啉酒想讲要收规支的迄酒啊，加迄泡沫，拢袂使迄浪费，所以就开发讲143会使差不多。会使套6杯，啊加迄泡沫弄入去，加落去，安尼，就不会浪费。哦，你倒时加这泡，拄满，算起来是143cc，这是当时向人给你注入的。我阿公当时看到那个有很多人在用嘛，他觉得说，怎么都会破掉，他就去想，就找一间玻璃工厂，就跟他合作，然后请他帮我们开模，做一款跟人家稍微不一样的。就是在干杯上面比较不会有这用现代人的话语就是讲，有看到迄痛点。对。哦，你兜拢有这生理头脑呢，有影生理囝，搁来这天霸王的。哦，这因为咱公司啊，所以 logo 爱炸起来。这天霸王大家有面色。你放假囡仔还是去城内去食日本料理？哦，拢会食一间。这间哦，台湾本土日本料理。上面远的啦，哦，这天霸王这安怎来？这个好像印象中好像是他们想要弄不一样的活动，然后就想说喝啤酒一杯太少，那干脆就喝爽一点，就弄一个大支这样。对，1500吧，1500的啦，对，1500的啦，哦，这真正是，这其他哦，因兜吼，恁在吃，其实恁这算作是加拉这边啊，对，哦，但是你甲这个。铁骑路两边的这个工厂脱离不了关系啊。没错。刷来，恁还阁有做这其他较特殊的杯啊？你甲咱小介绍。比较有故事，应该是这个，这是机动杯，当时肯德基的赠品，1997年的时候开发的。对，当时这个杯子就开发出来之后，那时候有蝙蝠侠机动人的电影，搭配电影，然后拍一系列的广告。这杯子曾经送去美国，跟阿诺拍那个广告片。所以这手仔问题的啊。咱那个磨去啊，你敢不？对，可以啊，没有。你看这有蝙蝠侠 logo。对，这里有去开模做成像那种冷冻的感觉。你看这是好莱坞跟台湾合作的杯啊。对。你说了，你像恁这种老店，要安怎行出来新的这个路嘞？就是像杯子啊，很多人都说，杯子就杯子，它能干嘛？我们这边是可以帮杯子化妆。所以一般像我们刚看到木瓜牛奶杯是印刷嘛，那我们可以让它变化更多，就可能例如说像这种，这是跟那个美国辛普森合作的一个图案，这个我们叫贴花，就让那个颜色上面更缤纷、更彩，就是更亮丽这样子，让它变得比较好看。那除了这种比较平面的之外，我们也可以做立体的，这种是那个酒商这铁达尼号，对，它可能有跟铁达尼号联名之前，要变跳，对，做贴片，厚度嘞，对，然后厚度就立体。对，搭配啤酒杯这样卖，这样质感就更好。所以爱都要变跳哈，再走出新的路啦。这就多些结合。你看这几年就较少年就流行，就讲一般的活动拢上这上玻璃杯啊，这几年就流行的。你有一个复古的 feel 啦。是，所以家中会上迄活动的 logo。艋舺之光，看向艋舺的。古早，甲看向艋舺的未来，会当互咱玻璃看透透。坐下来。咱即摆转来这个新富町
其实我这自细汉踮咧遮出入就啊，三水过市场啊，是头前太阳这板啊，即阮过去的老厝。顶后你甲咱讲吼，你嘛是你外地拢来伫遮嘛，嘛算做在地的嘛。是。你啥人来做这个工课？我多人哦，因为我自细汉伫遮大汉，我感觉足侪人对遮足毋熟悉的啊。特别是我读迄大学时阵，我去外口，那有人就听着讲，我艋舺来，啊人听着艋舺两个字，面试拢无足好看。因头一连问说，恁兜是毋是边仔足侪人伫遐相拍啊？啊，你是毋是门口足侪人伫遐困啊？嘿，就足侪人就安尼同我甲我讲，因对艋舺印象拢足无好。但是我对遮大汉，我就感觉讲无啊，艋舺，我感觉遮足好呀，遮物件足好食呀，啊遮佚佗遮趣味啊，啊为虾米恁拢无来遮看一下？你就凭你印象就感觉讲遮无好就无爱来，所以我就想讲啊，我应该是会使带足侪人来遮佚佗来看卖，讲艋舺其实足好。而且我有一个真特别背景是讲，我读小学时阵，我4年的时阵，学校就训练阮去做导览。所以是4年啊，10岁就去带你去做导览嘛。我就会使介绍龙山寺啊。嘿，所以我有一个历史的背景，所以我常常就带人去龙山寺遐佚佗。啊，到大汉时阵，我就感觉讲，做这个工作其实敢若袂歹，我会使带足侪人来我的兜，互人知影讲，这是一个足好的所在，你阁会使来遮佚佗，来遮耍。而且遮有足侪咱台北发展的历史是大家唔知的，但是其实伊足重要的，所以我就遮这全的迄元素全部结合，就变我即摆的工课。恁爸爸，你来做这种工课，有啥物意见？开始阵有啦，因为当跟阮兜的人无共，因为阮老爸做迄电梯，啊，阮母做贸易，啊，阮阿嬷伫菜市仔，拢甲我无关系。各行各业，嘿，拢有。啊，他会咧想讲咧靠嘴咧食饭。是。哦，啊，而且佫遮暗啊，创一寡有诶无诶代志安尼。没有，所以刚开始的时阵就感觉讲，这工课就无足稳定啊，为啥要做这？而且我大学读的是国小老师。啊，你是师范的哦？我是师范的，所以就想讲，为啥物我去学校教书，来做这种代志安尼？真正是自吹死咯。是，阮爸母就叫我枵死安尼。啊，但是，你认为吼，这几冬以来，讲10冬啦吼，你认为艋舺实际上有产生什么改变？这种已经变足侪啦，就是伊外口的人拢感觉讲，遮足乱的，嘿，但是其实阮伫带人来遮佚佗时，你会发现讲，无，遮其实无你印象中遮乱。甲电影搬的无共款，而且电影看迄小拍的所在啊，足侪人都会困的所在啊，或者足侪休假的所在啊，因迄所在伫咱全迄万华区内底，敢若无超过1/10，伊是足细的所在。啊，而且桂林嘛嘛，毋是桂林路出身。对啊，无毋对啊。所以大家足侪迄误会，我就感觉讲，阮透过无共的迄，不管是导览啊，或是做活动，还是有迄新的电影，互搁较侪人知影讲，其实咱艋舺足好的。嘿，所以最近我感觉讲有愈来愈侪人愿意来遮佚佗，来遮观光，然后来实在这个无共的所在，特别是愈来愈侪迄外国人。拢来遮佚佗，然后发现讲，遮真正是特别。而且阮拢一直甲伊讲，艋舺上重要是，伊是咱台北的第1个城区，是咱几个台北发展的历史的所在。所以你爱熟悉咱台北，一定要来艋舺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吼，有个人讲历史啊要做饭食，吼，但是咱即摆看个一直台南真侪人，愈来愈侪人，真正个历史做饭食。对，没唔对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佫有人讲，哎呦，拜托，历史就是历史，遮严肃的物件，哪会当做饭食？嘿，历史袂当安尼创，你家己的态度咧？我是感觉讲会使，而且真足好的，因为阮生活伫这个所在，我就一定爱知影讲，为虾米阮会伫遐出现，阮的生活为虾米变安尼？伊有足侪历史来影响咱。
但是就是有的人就是刚刚讲，平常没有特别注意，所以才会发现讲，历史敢若离婚足远的，但是足侪物件是离婚足近的。像我嘛即摆会带囡仔去龙山寺，龙山寺有一个做导览，嘿，做导览，有一个物件我就爱介绍的，就是龙山寺内底一定会有4只龙伫门口，这个龙是龙的头，但是伊的身躯是鱼啊，咱叫伊鱼龙。鱼龙伊会喷水，会吞血，所以每一间庙拢有这只物件，伊是庙内底上重要的神兽。但是，阮全台湾拢有这只，无要紧。这只亲像伫日本嘛有，日本足侪庙甲迄城拢有这只，像迄大阪城的城顶嘛有迄两只，对。但是为什么带囡仔去是？因为囡仔对庙无熟悉。但是我会甲囡仔讲，这4只其实后来变成迄宝可梦，囡仔佚佗的宝可梦的其中一只，嘿。所以我会发现讲，其实历史甲阮的生活其实足近的。但是，阮爱去研究，阮才知影讲哦，原来这历史是这趣味的，嘿，但伊就需要有人去介绍，嘿，就变成我的工作。有人去唔拿介绍，去解说，对，重新去诠释，大家才会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讲，这古早的物件是安尼，安怎趣味？无唔对，而且来这个过去，你做这工作的过程。你其实唔来，其实徐老师唔来是导览嘛，尔啦，做文化的规划啦，做这策展啦、策展啦，啥有诶无诶吼？你这经验当中吼，互你导览过也好，互你参加你的活动的人也好，互你上大的这个 feedback， 因甲你讲足好诶，互我呢想到啥物物件，我要来去创啥物有。促成伊什么行动无？其实大部分人听过咱导览了，拢会甲阮讲讲，艋舺甲因想的无共款，因想要来遮第2届、第3届，伊发现讲遮真正有足侪因无看过物件，不管是好耍的、好食的，所以因会带朋友过来遮佚佗，这是我上欢喜的代志。因为我做导览就是希望讲，更较侪人知影讲，咱艋舺是一个足好的所在。所以遮个人客迄 feedback 就是我就欢喜讲，因真正是在遮，伊嘛阁愿意来遮。这对我来讲就是上重要的目标。我嘛有达成，所以我就足欢喜遮个代志。我偷问一下吼，你感觉即摆豆店吼安尼发展吼，甲咱艋舺比起来安怎？豆店哦，大豆店。我是感觉讲，阮是。无共的所在，因为阮生活完全无共款，对，因为大家看大洲厅上闹热就迄条街，地花街，但是地花街伫以前的时阵，伊就是所有的迄南北货布甲茶，所以是商人因生意人斗阵的所在，所以迄规条拢是做生意的。但是咱艋舺是自以前到即马就是阮生活的所在，所以迄个气味甲人的组成完全无共。所以我拢会甲家讲，就是说，你想要看生意人，足侪迄足水的厝，足侪生意人伫遐做生意，食迄足高级物件，你会使去大洲厅。但是你想要食咱台湾迄庶民小吃，想要看到咱台湾人真正生活的迄样子，一定爱来咱艋舺。讲到这吼，你认为咱艋舺，要行的路应该是啥物路？是变做讲，旧厝拢变做咖啡店，还是爱想着啥物路？因为我看咱这新府顶吼，即摆是变做一个展览场，嘛变做办公室，本来有一个爱交易这边嘛，旧年退休啊，旧年退休啊嘛吼。我是真希望讲，这别工别行吼，继续在咱艋舺会当继续做。是，我唔知影你的看法。其实对阮做导览来讲，我都感觉阮合作迄店家讲，因上重要的代志就是做好因即摆的代志。因为对阮来讲，伊做好伊的代志，伊就有足好食的文化，足好食物件，因为足好迄德林文化。
对阮来讲，迄种是阮会使介绍的本，所以我拢甲伊讲，你好好做你的代志，啊，阮好做我来介绍，阮把咱艋舺真正生活迄个样子，好好介绍互别人，我是感觉这就是即马上重要的代志，就是讲阮伫遮安怎生活，即个氛围啊，我就感觉讲这是介绍互外口的人上重要的代志。伊无需要特别去改变或是设计，因为我感觉讲来遮的人来不管是来佚佗来耍拢好，伊就是要体验遮的人安怎生活。而且阮有一句上重要的观光拢会讲，越在地越国际，愈在地愈国际，都国际对，所以遮卖变伤侪，这是上保持 just the way you are。对，无毋对，我是安那感觉。好，啊上后尾吼。互你讲一项，你若出国或者是离开艋舺，你会笑脸的一种物件。出国的笑脸哦，对我来讲应该是萝卜饭。萝卜饭，萝卜饭，倒一担？倒一担哦，我上爱食已经伫咖拉。伫咖拉。伊叫家乡味食堂。伊的萝卜饭是我伫艋舺，我伫万华区上爱食一间萝卜饭。伫咖拉，啊，那我呢？你来看咱的脸书，我会写互恁看。是。留一个。我嘛有写100碗。最近。100碗哦。哇，会使来看。徐老师后咧写100碗，哦，大家好爱去看迄脸书，咱这个字幕顶头爱拍这个施景尧老师的这个脸书，互伊去找伊，来看艋舺100碗。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，今仔日真欢喜来到我的故乡艋舺，感谢谢老师。感谢。